跟环境部争取的这个2.5亿的计划呢，其实包含了1.5亿的基本输电线路电网的建制，还有1亿的这个充电设备的建制。这个案子因为遍布全台南37区所以在很多地方是从来也没有充电站进去的位置。那所以对于输电线路的基础工程的建制呢，也要仰赖台电的配合接下来剩下的这个100多处的这个充电站呢，陆陆续续建制完成之后呢，台电送电完成，我们就会来启用。所有的充电的位置都会在我们台南好停的 APP 来发布，还有在市政府交通局的官网也都有。欢迎所有的这个电动车的车主呢，可以来到台南市，免除他的里程焦虑。全台南市的37区呢，都有它可以充电的位置。这一次我们在台南37个行政区有布建了将近有90座的快充，它涵盖有180枪的这个充电枪的席次。另外慢充的部分有266座，这也是目前台达在全台湾所布建单一个县市场域里面数量最多的一个区域。快充我们大概在15到25分钟之内，它就可以充饱150公里到250公里这样的一个里程。已经预约好了，我就直接扫我的 APP， 它就可以拿枪充电。那充完电之后，它直接从我的 APP 去做扣款的动作。不论我们的快充或者是慢充，我们都把金流付费的机制跟充电桩做在一起了。也就是说，我在现场，我如果没有下载 APP， 我一样可以直接去操作我的面板，操作我的付费机制的一个面板。那我就可以把枪拿起来之后，在上面直接做操作。那充完电之后，直接在这个桩上面做付费的动作，做信用卡扣款的一个动作。快充站就是对车主来讲很方便，因为充到你需要到达目的地的时间就非常短。像这里市政府嘛，你停着没电的时候，停着的时候去上个厕所再回来，大概休息个10几分钟，那电量其实就已经够大概100多公里，可以让你继续去下一站。然后而且电小二的那个 APP 啊，它不只会显示自家的那个充电站，它还会搜寻附近其他家的充电站。对电车的车主来说，我觉得很方便。快充的部分对车主来讲就不会有里程焦虑了。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进步，大家掌声鼓励喝彩。我们第一批建制的超高压350 k 瓦快充电桩，那这个350 k 瓦大概多快呢？平均300公里的续航力的话，大概只要10分钟就可以充饱了。比起慢充，有时候20 k 瓦或是更小，可能要充8个小时才会充满。这真的是省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时间。尤其电动车之所以有些人还在会有里程焦虑，就是说它的充电桩并没有那么普及。那有碰到充电桩一充起来，也要间隔很久才能够充到一个可行驶的里程。因此呢，这个高压跟超高压的充电桩是未来的这个电动车发展的趋势。因此呢，我们也积极在布建高压跟超高压的充电桩。那今天就是为各位展示我们跟台达电合作那所设置的这个超压充电桩，未来也会逐步把高压充电桩普及到许多景点，或会让市民朋友们跟外来的观光客会有里程焦虑的地方。那凡是这个车辆移动比较频繁的地区，都要以这个高压跟超高压的充电桩为准，避免说车辆久占这个车位哈。那我们要增加车辆的流通性，那就是要让民众不会耽搁民众的时间，也耽搁停车位的时间。所以我们未来的高压跟超压是为了台南市政府布置充电桩的方向。了是讲嘅，欢迎收看5月23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中央114年度总预算被通案删减939亿，结果行政院却无差别删减各县市一般补助，因而引发电影不满。提出议员王家珍透过总咨询认为地方首长的不满，不应该怪在野党，尤其财政收支未分法无公平，才质疑当初执政党乃无要提案，结果一般补助被暂才怪在野立委。
中央3度一般补助款引发地方的不满，甚至台南市政府昨还召开记者会，不但反对这套设备3度，而且无论甲台北、花莲比较起来，根本是无公平。钱拿去不知道怎么样使用，那朱门酒肉臭，那但是地方很多中南部的地方却是路有冻死骨。财政收支划分法，台北市拿了416亿，我们台南市才拿163亿。而更讽刺的，花莲县人口只有31.5万，结果他拿了161亿，只比台南市少2亿。对此，议员王家珍上午伫市政总质询嘛表示，针对中央这种无差别的删减地方的补助，伊个人嘛无认同。不过要怪的，应该是财政收支违反法的手法。为何当初执政党的立委家己无要提案，结果修正通过以后，才来怪在野党？你认为财划法对台南不公，对不对？但是我要问一下市长，你骂什么骂？你有没有想到，为什么财划法25年之后修，你们民进党主导的赖清德政府竟然不愿意修法？如果总统要修财划法，你们的51席立法委员为什么一个法都没有提出来？议员表示，一般补助款是提供地方法定一般性的补助，所有的经费用伫教育、社会福利、甲着基础的建设。不过中央有算比3以后，就来删减地方的一般性补助。台南市大约被删减有51.7亿，议员嘛认为这套式的删减真无合理。台南新闻林跟杨顺怀采访报道。接续议员吴通良的总质询，伊首先肯定市长将台湾首府大学体场以后转型为市政环境园区。另外，伊嘛为地方建设，包括工业区污水处理以及一寡容易淹水的所在，争取抽排水系统。3、2、1，请揭牌。台湾首府大学伫个体场以后，由台南市政府来接管，并且活化校舍的空间，转型作为专门市政环境园区。上午伫个议会市政总质询，嘛得到当地议员吴通良的肯定。议员认为，该位置不但环境好，而且交通更便利，作为台南市第3市政中心，未来一定会历史留名。地理环境也好，交通更便达。这实在是非常好的所在，所以你会历史上留名啦。我直接先代替咱专门区所有百姓，甲你。现在未来面对的是要把迄个所在优化。如果要优化，遐阁有30公顷的。不是啦，我是讲现初时，这20公顷哦，该做公园的做公园，该做亲子幼儿馆做亲子幼儿馆，该做全民运动中心的做运动中心。全民运动馆，哇，遐来做拢太理想了，对不对？这应该拢去考察过吧？我们的体育局长应该拢有考察过了吼，这非常理想的所在。因为遐内底，记一个的话，六楼拢阁有篮球场咧。这边全中运底下你拍迄个拍迄个木球，吼，大家拢做娱乐的迄个所在。对，所以说那边环境实在真的太优厚了。除了关心未来市政环境园区，另外议员嘛为专门区容易淹水的所在，包括小陂、陂头来争取抽水站。带来尖山排水等问题要求改善。至于满岛工业区的污水处理的问题，经发局长嘛回应，目前已经争取中央900万的经费，要来做可行性的评估。台南新闻林跟杨顺怀采访报道。针对烟空炮号搬迁，议员黄兆辉透过总质询对未来规划做烟空创意设计园区提出探讨。伊认为市府各局处应该提前部署，这当互这块两林区带动烟空甲台南未来发展。另外，议员嘛针对利王市地中划进度以及咸水溪考管溪边的水化计划提出建言。议员黄兆辉表示，烟空炮号预计伫今年底将迁徙到关庙新的营区，而早前规划烟空创意设计园区，嘛将开始进入施工的阶段。不过，真侪市民可能还无清楚该园区未来有啥物款的用途。对此，上午透过市政总质询，
提出甲市府相关单位来探讨。在等他们搬迁的过程当中，但是希望我们已经做好了规划设计，那今年就要送都市设计审议，那审议通过之后，我们就是明年初就可以来开工。OK， 大概明年初就会开始开工了哈。是。那我们大概预计多久会这个基础建设会做完？跟原报告在地政局这边是这个地方我们会这样子做，就是说，因为它的全区面积非常的广大哈，都扣掉1期的部分，2期都还有差不多69公顷多哈。对此，市府地政局长陈淑美表示，目前已经完成永康创意设计园区的规划，未来将依照计划来动工，期间也举办公听会，朝向规划商业办公室、金融、甲着创意休闲相关的产业进驻。伫咧开发的过程中，嘛会先开放南边部分的公园绿地，予周边的居民享有休闲的空间。台南新闻林跟杨顺怀采访报道。面对新冠疫情快速增加，疾病管制署预估6月中下旬疫情就将达到高峰。所以伫踮市会开议，嘛当看见市长甲所官员拢挂上喙罨。市长表示，都要呼吁市民伫人济室内空间，喙罨也是爱挂起来。各风险族群更是爱赶紧去做疫苗，自我保护。踮市会市政总集群开始登场，第一天市长委托率领所官员来到议事厅备询。甲过去较无共款的是，会当看到官员绝大多数拢将喙罨挂好好。这款画面已经是疫情解封以后真少看见。对此，市长委托表示，因为新冠疫情持续升温，只要人济密闭的空间，也是建议挂好喙罨。腹部已经清楚提到说，这次 COVID-19 的疫情的升温是属于直线式的陡升，所以说对于这个在密闭空间，包括我们的要求，我们同仁在室内开会的时候，尤其这样子会议桌大家距离很近的情况下，还是要求戴口罩。另外一个部分，我们鼓励同仁去，这个施打疫苗的期限已经过了3个月以上，可以再去施打疫苗。这样子的话，保护自己，也尊重他人。面对新冠疫情，顶礼拜疾病管制署统计都将近2万人就医，并且新增加93例重症。预估6月就是高峰期。以台南为例，每礼拜新冠轻症的个案嘛拢增加1倍。所以卫生局长嘛呼吁自控病毒的疫苗，依然是预防重症上有效的方法。其 CDC 也发布了，发现我们台湾已经有出现45%的这个病毒株都是已经突变成新的病毒株，所以以这个比例来说的话呢，所以 CDC 也估计近期的疫情一定会进入这个高峰哈。那特别是估计可能在下个月会达到这个今年的一个最高点，所以希望民众能够把握这一段时间，尽快的来接种疫苗。同时有症状的话，及时到我们诊所来做快筛，我们也可以提供这个抗病毒药剂，避免大家发生这个后续的一个重症。卫生局表示，千万通轻视这波疫情的危险，除了65岁以上等高风险族群，只要6个月以上无注疫苗，拢呼吁爱尽速到各医疗院所来施打。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不离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由台南市文化局甲合同文化艺术基金会共同主办的街舞比赛，今年已经是第4届，就定伫8月3號，要伫台南文化中心演艺廳舉行。今年將受理30隊，嘛首次所路的賽制，歡迎全國各國中甲介意跳街舞的同學組隊報名參加，做伙教舞摕獎金。合同杯街舞比赛3天前伫台南舉辦以後，已經成為迄熱期間青少年注目的焦點。今年定8月3號的比賽，為了讓全國想要挑戰家己的舞齡歌手，攏做伙來教舞。
台南市文化局甲合同文化艺术基金会23号共同举办记者会来宣传，也邀请去年第3名黎明高中国中部以及新营高中生前来表演展现舞艺。希望呢，青少年在这个特殊的阶段，他们的人生特殊的阶段，可以化成一个特别的力量，透过一个街舞的比赛，然后呢，把这些同才之间的努力、团队合作，获得一个特殊的、充满自信的，或者是一个学习的、互相学习的一个团队的力量。明年第4届街舞比赛将受理各高中各15队，而且嘛有数落的赛制，要互介意街舞的青少年有一个舞台，充分展现自信，来为人生留下记录，甚至成为台湾街舞的明日之星。但是文化局强调，街舞已经不是次文化，而是一种风调。为街舞就是在户外一个非常随性的场地，开放的场地。那3、5朋友大家聚集起来就可以跳的。事实上，它已经不是一种次文化的表现，它反而是青少年展现自我、表现热情、展现活力，还有展现一些舞蹈技能这样子很重要的一种文化艺术的一个展演计划当地形象建设董事长大力赞助奖金加倍以后，确实嘛，互这学生心动准备登卡球。喜欢跳舞，然后就跟着一起练，跟着一起跳，然后刚好就得名，然后就刚好也有奖金，就一举2得。就是有钱嘛，然后又有一点金，就是让我们有出去比赛的机会，就是有一个经验，然后之后就更不会紧张。虽然街舞应该伫街头，不过今年迄落绝对袂当超过街舞盛事，就伫台南文化中心的专业舞台来请拼，嘛要请乡亲做伙来加油。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为了推广在地青龙的优质农产，林德农会连续第4档办理青龙市集，希望结合多方面的行销管道，为农民增加收入，嘛互民众有丰富优质的农特产，通好采买选择。伫林德区农会家政班辣妈辣姐类真舞蹈表演下，正是拍响虾米拢青在地小农市集活动。现场会当看到真侪林德区在地青农生产的农特产品，有健康满分的蔬菜、鲜甜豆荚水果以及农产加工品等等，种类丰富。总干事曾家泽表示，林德区农会连续4档举办市集活动。除了是提供民众一个采购新鲜农产的所在，也是为青农建构一个形象平台，增加农民的收入。林德农会今仔日办到咱迄个小农市集非常的热闹非常的踊跃尤其今年都办到第4年阮最大的目的就是要甲咱这在地青农伊的消费伊所在的物件甲互消费者安尼享用互因食了会健康食了会迄个大家安尼安心安尼尤其这青农非常的认真拍拼所以阮也甲拍一个平台拍出一条通路安尼互伊会当增加收入我的目的就是讲办这个活动会当互咱地方这少年人会当回乡转来为农业来拍拼安尼。林德区农会致力打造青年农民甲消费者的交流平台，帮助青农提升品牌知名度，互更侪人认识在地农产的用心甲价值。也希望市集会当吸引更侪民众参与，进一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台南新闻张世伟采访报道。民国92年，大港社区爆发天狗的死亡案例，当时引发居民的恐慌。好在当时有一位黄生南先生，号召社区做伙种芳草，解决网虫问题。
对此，大港国小嘛将这段往事创作成校本的课程，或者相遇大港，嘛希望将故事流传，同时教学生制作芳草糕、片面棒糖。左手香、澳洲茶树、薄荷、迷迭香，桌上这些香草植物就是制作香草糕的核心原料。大港国小的小朋友开心兴奋，将原料分批磨碎，接着放进锅子里慢熬。最后就能成为一罐罐驱蚊止痒的天然草药膏。来，女生把这个放到里面来，用手抓起来放进去，用手抓起来放进去，好香哦。对，好来，这一次的课程是配合我们学校的家乡绘本，相遇大港这本绘本，然后我们配合这学期有做了一个相遇大港的主题书展，然后加上一些学习单，让学生更熟悉我们因为之前大港社区因为登革热的问题，那于是在大港社区有一个大港香草梦工坊这个工厂的成立，然后我们学校就在大港社区活动中心的旁边，然后旁边也有一个大港香草公园。那我们这学期就因为配合这个课程，然后有了这个活动。那现在就是让小朋友来体验这个香草糕的制作过程。大港社区在民国92年爆发登革热死亡案例，当时除了加强清消工作，社区也特别种植香草协助驱蚊。大港国小为此特别创作校本课程《相遇大港》，希望让所有小朋友都能了解这段在地故事。在民国91年左右呢，登革热疫情非常严重，那社区呢，四处求救，但是后来社区的当年的里长黄景尧先生，还有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黄景文先生，黄生南先生就是现在大港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他当年呢，他们3位就是一直想方法要避免那么多的蚊子，然后四处走访，发现香草可以驱蚊，所以他们开始做这个在地的产业。那钱从哪里来呢？就是当年的理事长黄景文先生呢，他刚好退休，他拿出一部分的退休金来帮助种植香草，用里民的力量自己救自己的社区，这是一个很动人的故事。那一直延续到现在20多年了。这个香草产业在社区已经变成我们大港社区的一个在地的产业。那我们希望借由这个绘本，还有我们校订课程香草制作，也希望我们的大港的小朋友了解这个20多年前的故事。相遇大港内容记录家乡长辈们为解决登革热问题而发展出大港香草产业，加上大港国小香草主题校订课程，引导孩子们探索与实作，培养孩子了解家乡浓厚的人情味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能珍爱、传承及创新家乡香草产业。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披萨不止伫餐厅才食会到，现在伫传统市场嘛有手做的好滋味。为伫三峡公有市场的新开一间披萨店，特别的是头家嘛是一位拳头师，不止手力有够，用料嘛拢无马虎，去袂少民众专工来交关。一口咬下，酥脆的饼皮与 Q 弹的嚼劲在嘴里融合，搭配扎实的用料，让人相当惊艳。这间位在新北市三峡公有市场2楼的打工人披萨，虽然5月才刚开幕，已经吸引不少顾客上门尝鲜。我觉得它很有动力，很不错，再给他们一点鼓励。然后我自己很喜欢吃披萨 ，OK， 所以我就买试试看。那你觉得像在这种传统市场里面多加一些这种新奇的东西，我可以接受啊，因为外面的店面实在太贵，东西很高。然后我们一般老百姓一定是用平价位一点的，对，我觉得这样我可以试试看。我把每一件事情做好，我用最新鲜的食材，市场就是我的厨房，那我采买方便。我用最新鲜的水果、最新鲜的蔬菜，还有面皮等等红酱之类的东西，把这些东西组合起来，我相信它就是一道很美味的披萨。我觉得披萨它很特别的地方是在于说，它似乎不是平常就能够吃得到的东西，它一定是
我们家庭里面有发生的什么值得庆祝的事情，那可以大家一起叫过来一起 share， 然后跟大家一起分享，边吃然后边分享这一份喜悦的很特别的一个美食。熟练的将面团揉捏成披萨的形状，淋上番茄酱，用料十分大方，完全不手软。吕老板白天是整复师，靠着力道十足的双手，现在揉起面团同样得心应手。从擀面团到送进烤箱，每个步骤都充满热情。斜杠创业也让他多一份收入，少一点压力。要是希望能够鼓励年轻人，我觉得打工很好，但是你也要去想到说有没有机会让自己提升到另外一个层次，那来帮助更多人有这个可以找到工作的机会。对，你打工你变成老板，那就会有更多人来你这里打工。对，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觉得打工的人都特别辛苦，他吃东西要省钱 ，CP 值又要高，那也不能乱吃嘛，大家都这么辛苦了，怎么可以乱吃呢？那还是希望说，大家能够用最经济实惠的价钱，然后来尝到这个美食，这样子。老板表示自己平常就很爱吃披萨，因此特别研究出独特的饼皮口感与风味，希望打造出一个温馨又实惠的小角落，让所有打工人都能吃得好、吃得饱，也让市场多了一份年轻创意的气息。记者施凯文新北采访报道。感谢收看5月23日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新车酷吧？你好像忘了些事哦。哦，你不知道吗？微型电动2轮车要悬挂牌照、投保强制险，还要你满14岁，戴安全帽才能上路哦。什么啊？有这么多规定哦？没错，微型电动2轮车需经审验合格、领用及悬挂牌照，并投保强制险才能上路，而且要遵守慢车交通安全规则，不超速、不双载、不酒驾、不擅自改装，违反者将处最高5400元罚锾哦。这么严重啊！还不赶快去办理？我马上去。微型电动2轮车挂牌投保，满14岁缺一不可。内政部警政署提醒您。投资型诈骗，你是否曾经在社群网站上看过一些关于轻松赚大钱的广告？事实上，这类型的诈骗手法往往以快速致富作为卖点，吸引被害人上当，并以不真实的小额获利逐渐降低被害人警戒心，引诱被害人开始大量投资。等到被害人真的大量投资之后，随即捐款而逃。千万别上当啊！轻松致富多陷阱，脚踏实地最实在。公务人员依法行政，行使裁量权，做成行政处分。而民众不服时，只能提起诉讼。行政诉讼调解新制，让人民有其他选择来解决纷争。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进行调解，让有温度的协商尽可能取代全有全无的判决。调解纳入选项，3赢不是想象。怎么看路啊？我知道，你不想假装没看见。我知道，你担心自己的力量太小，但你知道那是不对的。你不必得要力气大，只要你愿意站出来，你的力量就无比巨大。
浓烟是火场内的头号杀手。我们用1:1打造居家的实验屋，用2间房间来做对比的实验，一间门是开着，一间关上门。如果已经看到浓烟，关好门，等待救援才是最安全的选择。发现火灾时，当你看到浓烟了，请尽速将房门关上，